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各多人讲，客人该有种出观念，该团结。不过，工商业发展起来嘅，大家想做嘅是爱种落实种出观念，也引来人谈没有。不过，某啲同事无米里，还有一群恰福重情，非常贴合。虽然这家嘅人存到两三户人家喺大嘅，平常时记录过两千有限，也冇乜人会去嘅。不过，也半年来，伊能有整个过程。开上乡礼仪班，见到拜六礼拜老中强四台人会对台北、高雄甚至台东都转去上课哦，强为操到而养转老祖公留下来嘅传统文化。到礼拜六几哦，睇更加一个时代实在困难想象哦，来看那伊能弄会按有同理。两公婆天天的行路菜园，一三年帮草，一三年摘，按布头爱煮来时的菜，细细的园里度种的各种各样的菜，礼拜一逢人来吃。种地的自家食的吼，玻璃菜啦、泰菜啦，个多少花菜啊、老萝卜的啦，多少国菜都按样煮自家种自家食啦。唔单止种菜，还育豆的鸡鸭，下面的哪能吃掉？希为阿伯。阿伯有豆的，咩自家食的，那冇去买啦，自家上海人咩，都农家人吼，育豆的鸡啦，育豆的阿伯啦，自家方便啦。伊哋喺睇苗栗同社會和輔導，高能自家做拉自家食，嗰種係桃花營養嘅園里都市吵鬧嘅成分。也只嘅無五彩燈光，無差別時鐘時下，都也只嘅連數機都可能數無乜嘅多。離最近嘅便利商店時差別愛半點鐘。工業發展啊，全部最上個出戲嘅吼，出到貨站用三晒啦，用機沙啦，佢都較嘅種啊，都閒時都大家都閒夾來都泡茶啦，吼聊天啦，大家都係神氣愛人啦，工業啦，我上下咩？做愛天啲咪喺國家了啦。讓伊個火工頭前，富人家睇技術嘅，以後嘅數嘅愛拿起手煮東西來食。做下為太祖見出眼，撇到蘿蔔的一條米，原來係睇整蘿蔔板。都是完全純粹手工的手工的啦，冇用機，冇用乜嘅打，就放鹽巴、落嗰個米漿、嗰個蘿蔔絲啊，就這樣而已。我全部用手炒，嚇生嘅，硬是按貴。一旦落去強火風嘅前期，每日下少數限黑體冇乜嘅現代化，三項鐘頭相差為重錢。也下工業社會後3年全部往外發展啊，就話人家都是我講啊，一旦說小伢來冇了，就全部沒對我背，他沒有那個啊，假日養有賺啦。喺目前來講吼，搬出去嘅是一多嘅啦，原先喺入邊是喺當年，也是富貴百富嘅，原先也當老嘅，哦，而家目前是喺年接進嚟吼，哦，幾啊百個有，100-200個有哦，當年咯，一老嘢咯，閒時存到老人家啦，啲上下。做些啊，種田啦，咁樣啦，係啦，後生人都出去上班嚟咩？睇配角蔬菜相差重錢喺個鐘頭，睇下搶存到2-3戶人家閒睇下去，平常時佢點錢冇乜嘅人，我最近也半年見到禮拜6日才有失敗冇窮樣嘅。車禍工堂頭前，古衛生青泰山，古梅里一個鐘頭，片內60-70年的古厝又再個整理起來。古厝我元旦細細個下都講，元旦有一個風俗講，一年哈
马祖上闹年的时间，一年要有一寸古村，一年要有一寸古村，哦，参牙叔伯一下讲阿叔阿伯掉吼，8個歲嘅人，佢往上去，人就看見，哦，就有打，啊有嘅年代還用開哦。喺心肝想，啲後生嘅全部走出去嘅咩？想一隻辦法，留意凝聚吼，一客家嘅辦出去嘅族群，後生嚟險轉嚟，我就想，哎，有冇得整一隻太鼓？輕鬆一點，太強紅得嘅。请问身体顺后，高以能透过种嘅策略打鼓，对基本嘅节奏突破嘅天天嘅高，整古村班大概8年，有天分嘅声音呢已经打得各有样式咧。小时候就喜欢了吧，因为幼稚园就有打过鼓的。就是刚开始学的时候，难在哪里？就是要记要背啊。今日相差嘅重庆差唔多每禮拜就對外地回到古外里路步，希望重新恢復家族嘅傳統團文化。更有氣氛發通，大家如果熱心嘅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有人出雞鴨，有人自家做月餅，鑼鼓也就我去，唔是講咩係自家出錢亂買。大家出錢，來買隻太鼓，買隻太鼓，把你不少錢。阿姨啊，吼冇用到官方嘅錢，我自家吼也就阿哥去請大家，迄咪講掙到嘅錢嘞，咪得因為隻太鼓安尼，因為也是身上，吼變鬧嘢去了，他唔會安尼都身上嘢，特別做搶人咩？啊搶人嘢吼，伊唔方便啊，又昂貴。一開始時節，迄阿伯做車天光前來講，安尼。今年呢，11月咧7號有發通，我打鼓嘅啊，我上線嚟啊，本來講有時間我進來交流一下，再來學一下來幫忙一下。細之前我就出世派嘅，所以講阿伯前來之前我知道講，也當初你人係自己正面用嘅，啊做乜講好啊，你做好啊。車幕嘅老主講，農拜落索體苗栗同小古外地嘅國府都，民國40年，因為連人天災，流體山康困難落實，讓天天嘅曬到外種去。現在有段時間講旱災，所以我就用錢嗰度嗬，各山市道，參講好似高雄佢有一撮嘅人自己打敗，韓國董事。董事呢講沿到呢個，佢咪一方面一做嘅自己，個台東慈桑，阿伯阿叔嘅地方，而家就要個片，佢搶命時間沒有轉來。因為嘢喺山排向丘陵地帶，落實冇咁簡單，都80歲嚟過後，80歲嚟過後要冇一到山重和冇乜嘅好重要，冇乜嘅成山。再過嚟50多年，經濟60多年咯，經濟因發展加下，一到農民啊，味道成發，將會辦起高雄、台東、花蓮、桃園、台中、南投一方面。雖然也等人睇我現實發展，唔過差半年唔忘本，除了重新整理裝頭嘅古村以外，還可以3天2禮2班。學鼓勵，愛喺種草經典祭祀當中，做得一步一步潛歸正統嘅禮儀。為到12月初，祝福王爺生，韓國萬豐儀式做得順利進行，車禍嘅宗親，佢丟緊嘅彩排。也個3天2啊，都團體6、70年，即係我哋細細啲嘅時節都有按個行李，家下就講讀漢書咩漢書家下線上有教嘅參講也7、80年佢都要按那個年代就有人做，按細細就看過，所以團體嘅6、70年，後生嘅要提起來，然後來做按個傳承發揚。本期後生嗰啲
全盘的礼俗嘅方面帶轉來，唔單止講行3獻禮嚇，嗰呢一樣嘅祭祀嘅公品嚇，一樣嘅拜，一樣一道責嚇，有一天嘅規矩。獻酒，再獻酒。唔單止禮儀，就連用品，咪愛照顧你來做。就大天板、大前板、大風板、彩燈亮光，還有一個風板都有一個長壽富貴嘅意思。如果個有個貴嘅，人家講風骨板因為就長長壽嘅意思，彩燈亮光嘅意思。所以我感覺到一定要按有心我就帶定我嘅重情大家來做。喺車屋落於邊緣嘅好少下，後生嘅並係禮拜2日嘅時間，幾多老屋學故禮。我就特別為推動咗我咪帶父權，所以我感覺講參與係一個良性，係一個客家文化嘅發展。學業係剛開始不敢開聲，但係到後尾去敢講，也做係一個收穫。那個部分就講。也係對祖先的一個貢獻。因為動作以前有按呢習俗，後尾因為大家搬出去做事，然後老一輩的人想說不希望大家分散出去，然後就沒有再聯絡，然後就發起這樣的一個活動，然後就後上嘅看到老一批嘅按呢認真，這家沒做的就是置身事外，想會轉來天數。車屋業務因為體外狀開挖北拍，從前就唔錢行唔減，電到大幫愛重新請歸老祖公留下來嘅古稱老禮行個團結。我哋自動自發嘅精神公佈出去，愛參加嘅人也冇勉強，就講就講有啲後生嘅，一定來轉來去打，從我出嚟而些參加嘅鼓手。要不就會熟到些呢，活動，還有一個博士畢業嘅謝英成因為做落去打鼓嘅，我記得我哋係新竹科學嘅園區嗰度上班佢按熱心上嚟，唔熱心咩就做唔得。係看到喺咁樣講，以下當時講我輩人將人物卡按團結，因為啲當地輩嘛，當時啦入來。行開兩三十分鐘嘅，安尼入來都唔容易。安尼到山東鄉，安尼大家安尼6日禮拜6晚日做行嘅做得聚在一起，安尼做得交流一下，安尼海一批嘅咩地講裝備輕用嘅安尼都較熟安尼講下花起來，唔係講拖嘅踢球安尼。真件也太古城做起來，嗰日故意3天里。做出來伊個凝聚力當好，轉落去嘛，一到大家阿叔嘅台北高雄嘅轉落去講，喲，那叫我邊度，後生全部轉落啊！我即下咩要講，喲，我按到，台北唔是轉落，伊還要轉落，哎呦，甚至有啲徛怪官嘅，因為全家來做點來呢嘛，醫院啊。因為人細就會細照，風頭女人就會照山的山，每一戶風中嘅無一多人呢，大家看唔會想到自家嘅年頭，自家嘅見天奶，同時戶外裡嘅茶風人，老中強勢團人，無論裡嘅有意見，但禮拜2日都會幾多老屋愛念歸傳統文化，按強嘅熱氣力，真是本人困難相信，睇中錯觀念變到按他們現代社會，還可係珍貴。